是我也是真心心悦你。贺楼彻能如此直白地向他表达爱意，能用尽全力去争取，可我只能戴着面具，努力维持着世人眼中正常人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捂住那些阴暗，终于还是被咽气了。好俊俏的郎君啊！哈，陪本公公玩一玩吧。你还敢挣扎？放手！放手！怎么，这主子不吃，你也不吃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你们一个两个的，得把自己饿死。主子故意让那个细作说出来，是想让郡主看见他真实的样子。也许他在赌。赌郡主一直都明白，赌他不会介意，但好像又赌输了。可是他从来都不是这副谦谦君子、温润如玉的样子。他之所以成为这样，不过是为了迎合世人的眼光而已。他曾被人凌虐。也凌虐过他人，他被人刺杀，也同样杀过人。后悔了吗？后悔选择太子府，跟着萧星恒。男子汉大丈夫。既是自己选定的路，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走吧，吃饭去。我前世今生加一起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死在面前，而且是以这种身首异处、惨烈血腥的方式。虽然这次萧星恒杀人的时候也是为了救我，但也不至于站在我面前把人弄成那样吧。小姐，刚刚怀流过来说太子殿下今日事忙，让您不必过去了。这还是萧星恒第一次失约，不是吧？
大佬不会是因为我上次直接跑路就跟我生气了吧？这也太小气了。算了，下次见面哄哄他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件事。噔噔，这个可是鹤楼公子送过来的。那，什么呀？特邀郡主再续，同游京城，聊此缘。愉快的周末又没了。我第一次见你，就是在这条街上，那时我还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但是当时我就觉得，这个女子眼光不错，一眼就知道我是被冤枉的。你当时看起来可怜兮兮的，很难不让人相信你啊。说出来，你可能不信，其实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心悦你了。虽然那时候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你的身份。那你呢？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我第一次见你，放开！放开！我没有。我当时就觉得，这么俊俏的狼崽子就应该在草原上奔驰，被困在这京城中还要被人冤枉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可不是什么狼崽子，我们北穷的儿郎，个个都是孤傲的囊。卖蚂蚱嘞，卖蚂蚱。哎，小姐，来个蚂蚱吧。我买的这个。哎，好。给。郡主真客气，居然给我买礼物。嗯。想不到，郡主童心未泯，还喜欢这种小玩意儿。嗯。郡主，若无缘，这怕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？是啊，大理和北穷相隔千里。其实，我一直想问你，若你不是岳西郡主，不是宁王独女，若你们陛下让你联姻，你会选择嫁给我吗？会跟我回北穷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爱罢了。我不过是你年少时路过的一处风景，也可能现在会因为无法停留而感到伤心难过。但当你遇到对的那个人，你就会觉得，还好自己当初没有停留，不然怎么看到今后更美的景色呢？这一切啊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不会了，像你这样惊艳我人生的人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得君青睐，是我之幸。我以茶代酒，祝君往后鹏程万里，康健无忧。回去再摘。今日一别，千万珍重。虽然细作的事儿已经从萧晴和那里听到了，但后楼彻这份人情还真是欠下了。
小姐，怀留在王府后门等您多时了。昨天不是说有事不用去太子府了吗？今天怎么又来接了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怀留侍卫只说是太子殿下吩咐的。哦，还顺带提了一嘴，太子殿下情况不太好。什么叫情况不太好？你怎么了？你来了。你熬了几天没睡啊？你跟贺洛彻单独出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派人跟踪我？你找人跟着我干嘛？总不能是你吃醋了吧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回北琼。你要跟他私奔？你答应他了？我不准。待在我身边，不好吗？不能一直陪着我吗？不要走，好不好？他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发病的样子，虽然但是这副病娇的样子着实有点带感。好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不能再继续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就是小心恒啊，他狠戾无情是真的，对我百般纵容也是真的，他从不欺骗我什么，亏我以前只把他当纸片人，看来我得好好想一想了。醒了。昨晚的话还算数吗？啊？你不怕我了？我为什么要怕你啊？上次在地牢的时候，你推开我，难道不是因为当时你害怕我吗？拜托，我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，我还会被你吓到？那你为什么推开我，
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就走了。大佬，你搞清楚啊！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什么血腥的女子，任何一个女子看到一个人死在自己面前，都会是这个反应的，好吧？大佬，哎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恶心的我整整3天没有吃肉。我们打个商量好不好？下次你要再在我面前动手，能不能尽量伤口少一点，血也少一点，稍微照顾一下没见过世面的我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不过我有点好奇，你是真将暗牢里面那个囚犯剥皮了吗？那个人本来是我手下，后来做任务的时候，知道了他竟然奸淫了不少少女，于是我亲手打断了他的双腿，断了他的双臂。原来如此，虽然残酷，但那个人罪有应得。你都问了我这么多问题，那我也要问问你。你真的喜欢贺楼彻吗？就见了几面而已，谈不上喜欢吧。不过贺楼彻这个人倒是挺好的。难道不是因为身份的问题，所以你才没有跟他去北琼？我要说是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放着好好的郡主不当，去北琼受气做什么？他们那边虽然有大草原能骑马，但哪能有现在的荣华富贵啊？好大的醋味儿啊！是谁家的醋坛子打翻了呀？那，专门买来哄你的，别生气了。先是唐人，后是蚂蚱，还真把我当小孩哄了。谢谢，我收下了。贺楼彻也有吗？这怎么还攀比上了？没有没有，就你有。哎呀，我也躺下睡觉。对了，你喜欢骑马吗？你会骑马吗？会骑，但是不精。问这干什么？真可惜。还想着过2天在狩猎会上，我还可以教你骑马。你初学骑马的样子，一定很可爱。等等，皇家狩猎。除了描写男女主你侬我侬以外，好像还提到了太子于此。还有就是狩猎会不久之后，太子就因病昏逝了。啊，怎么办呀？这种玛丽苏小说，作者的专注点肯定也是男女主在狩猎时的情情爱爱。这太子遇刺的事太过潦草了。书里怎么说来着？这丫头最近怎么神神叨叨的？狩猎之后就是太子下线，接着就是原男主上位的水剧情。啊，我总不能跟他说，喂，你马上就要死翘翘了，你可长点心吧。谁？谁死翘翘？你给我说清楚。那个萧星恒约我参加，狩猎比赛，我不会。我感觉要给我们宁王府丢人了。
原来是这样。你骨子里流的可是本王的血，上场狩猎那可是信手拈来。这你怕什么呀？可别怂，快去吧。快去吧。我去了。小姐，别的公子小姐都出去了，你也出去溜溜马，熟悉一下环境吧。行吧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狩猎开始的时候，我会同太子殿下一起进去。若我1个时辰内没回来，不论什么原因，你就以收到我求救信号为由，让父王尽命临寻我。小姐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也不一定，只是多一手准备罢了。记住，一定要让我父王多带些人手。我记住了，小姐小心。参见郡主。月儿今日真漂亮。谢谢殿下。月溪郡主这一出场，不知道多少儿郎要被勾了魂去。先前对我三皇兄痴心不改，现如今要用这一套勾引其他男人对他刮目相看，真是个草包。之前一直说心悦于我，转眼却态度大变，如今还如此招摇过市、招蜂引蝶，不知廉耻。他把我当什么？宁初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看你才是疯了。你可知鞭打皇室是什么罪？那你可知射杀当朝郡主是什么罪？郡主此言差矣，三殿下只是一时失手，无意冒犯郡主。何况郡主也毫发无伤，但郡主鞭打三殿下，却是故意为之。我来的方向可不是密林，三殿下要是这样都能失手射中我，那他的骑术本事怕是白学。既然三殿下是失手，那我怎么就不能是失手，抽中了三殿下呢？你可是毫发无伤，我却被你伤了手臂。你当真以为父皇不会追究？什么？我受伤的头发就不是伤了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这小白花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，没看到四公主都学乖了，她还在那儿做作。这是我跟三殿下的恩怨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是啊，这林玉带小姐姐还没进门，就一副三皇子内人的模样，要跟月溪郡主争辩。就算要讨个说法，要三皇子来吧。论身份，林玉带小姐姐确实还不够格。宁初曦，你欺人太甚！三殿下要是觉得我欺人太甚，不妨我喊上我的父王，我们一起去陛下面前好好说道一番。唉，常言道，小的争不过，就去找老的解决问题。三皇帝，参见殿下。三皇帝这是怎么了？三皇帝怎么还受伤了？还不找一个太医去包扎一下？
我看郡主这模样，恐怕是与三皇帝有什么误会。别以为我没看到你站在旁边吃了半天瓜，是有点误会。三殿下失手伤了我，我也失手伤了三殿下。既然说的是失手，那大家都别放在心上。三皇帝，赶紧去找个太医瞧瞧吧。你这伤势拖久了，怕是要愈合了。本宫与郡主顺路，送郡主回营。哼。哎，三殿下伤势如何呀？伤口要愈合了吗？你这一鞭子可是抽的解气。要不是怕理亏，我恨不得再抽上几鞭。总会有机会的。那个金冠可贵了，忘了叫他赔。我赔给你。我以为你会怪我冲动行事。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直接打回去便可。打不过的，就来找我，不用管后果如何。宁王府能保护你，太子府也能为你撑腰。大佬又帅了。走。陛下，不好了，陛下！有话直说。陛下，三皇子和月溪郡主打起来了。三皇子射了月溪郡主一箭，但是没射中。然后月溪郡主给了三皇子一鞭，然后那个太子殿下不知道怎么够了，下去吧。诺。果然虎父无犬子，没想到闺女这么勇，不错不错。不对，小女顽劣伤了三皇子，还请陛下恕罪。爱卿多虑了，原本就是小孩子之间的一些小矛盾，啊，何罪之有啊？谢陛下体谅。无需多礼，坐下。老狐狸，如何治罪？因为你闺女打了我儿子，我儿子还没打过呢。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十分紧张？实不相瞒，我从今早开始就有不好的预感。就是你之前让我多做防备的预感。怎么了？看来你的预感还挺准确。虽然听你的话做了些防备，没想到对方的手笔还挺大，来的人比我想象的多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让怀流先送你回去。他们的目标是我，对拦住你没有太大的兴趣。你脑子有病啊！本来对方人就多，你还想分散人手把我送出去？别担心，你先出去搬救兵也是一样。留在这里不安全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我们只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才会更安全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以后无论生死，都别想再离开我身边了。拜托大佬。这么紧张的时候，你到底在笑什么呀？
保护好郡主。是。只是一眼，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，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，我们纸短情长。